中央山的中段，玉里山甲大理神山山谷当中有一条落落溪，布农族的族语称呼伊叫做“拉古拉古”，意思是溪石滚动的声音。顺溪水的正手边，就是山友人人知影的八通关古道。1875年，台湾总兵吴公亮带领2000外个士兵，对旧名林基堡的德山出发，开辟一条环贯公路，一直探到旧名普照高的玉里。因为种种原因，经过20多年，就变作废路。其中，原住民守护家园、抵抗汉人侵占，应该是重要的因素。落落溪的源头是秀姑峦山，在山友以外的社会大众心目中，这支山的知名度比袂着秀姑峦溪，因为观光泛舟，使得这条溪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无讲大家唔知影，秀姑峦溪唔那是东湾西岳特别济，伊阁是南北西东四角头拢行透透的河川，这应该是台湾第一，嘛会当讲是唯一的。秀姑峦溪流过赤科山脚，山顶的金针花上知影，什么是人人所讲的好山好水。在秀姑峦溪甲太平溪汇合的所在，一对宜兰来的亲兄弟，将这当作是第二故乡。因在真少年的时，就接受不幸过身的爸爸所留落来的刺压事业。2003年的 SARS， 台湾因为是疫区，外销长路转做内销，听到有来有去才是生理，有往来之接才是事业，品质才是上好的宣传这个观念，因定心徛起来。成功所带来，不是骄傲，是感谢。两兄弟感谢河川、土地、甲人对因的扶持。秀姑峦溪烟花，这款的故事，还阁真多。